个同工体就好啦，吼，这是一个心意，吼。好，啊，咱下面要三甲来分享主的话，互相来勉励，咱先来祈祷。听人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今仔日这个温暖美好的日子，是阮逐个人对心底拢有一位伟大的老母要来感谢。有的可能已经转去到天顶啊，但是阮少年的心拢无减。有的妈妈伫阮的身躯边，阮用行动、用听的表示来对因感谢。也有的妈妈无甲阮带做伙，带伫无共位，阮以阮少年因，因为上帝你的疼，互阮感受到老母的疼。阮要通过你的话，搁一遍三甲来学习，知影主你恩典通过老母，互阮伫世间会通搁较水、搁较美好。愿主你的话成做阮的激励帮赞，对老母、对阮每一个做囝儿的，拢白白得到祝福。我安尼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三甲分享的话，主题是敬畏上主的老母。敬畏的老母啊，伊带来一个家庭坚固的堡垒。咱小等来复习这个经赞吼啊，咱通讲。伫即个诗篇128篇内面所咧讲的，虽然毋是专门写老母，其实就是爸母吼。伊讲敬畏上主的母亲会得到甚物款的恩典？敬畏上主，咱听起来敢足空洞的啊！一个，算讲一个词哪定吼，算一个较抽象的。其实敬畏意思是照上帝话甲教示咧行的是大人，照上帝。真理咧行的爸母，会得到甚物恩典呢？第128篇内面有讲起，讲敬畏上主、遵行伊命令的人，我呢啊有福气。吼，讲敬畏上主的人，遮尔有福气。甚物福气呢？会当分这个经节内底分几啊项。第一项就是凡事拢真兴盛、即兴旺的就对啦。吼，伊讲啊。你会当食你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事事顺利，真正幸福。啊，但中文的圣经是讲，你努力来得到你教养的食物，你会快乐，会万事亨通。啊，这敢是世间人，逐个人拢需要，拢咧追求的。啊，诗篇的诗人甲咱讲，你若敬畏上帝，你就有。敬畏上帝，你咧人生的追求就无搁再有困难，因为你照上帝话甲教示来行，最困难的事你会排除，最烦恼你会消除，最恩典是你看袂到的，伫你的心上来产生。啊，这是第一件，讲凡事拢兴盛，啊，你要得到幸福安尼。第二件是讲你的家庭嘛，共款得到兴旺。伊讲母亲就是咧讲老母吼。啊，太太、某囝伫家内亲像结水累累的葡萄树，讲你的儿女亲像围伫你的岛啊的橄榄栽，吼。128篇的3节，你的某伫你厝内亲像高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囝儿围伫你的岛亲像橄榄栽。这是在描述一张图画啦。这个图画是讲，哇，内面咧非常的闹热，吼。啊，囝儿孙兴旺啊，所以足快乐、足欢喜的。像啊，咱每一个节期、每一个节日，啊，咱的子孙也是咱外地的亲人，拢会倒转来，就是要经验到迄个围雷吼，即个岛啊，亲像橄榄枝迄款的快乐。这个快乐就是家庭兴旺一个象征啦，吼，一个象征。啊，较毋是咧讲啊，有偌济好食的食物，有偌济丰盛的装摊甲设备，是因为。当你围雷的时阵，迄是上大的福气甲财富。围雷伫你的身躯边，你的道边，亲像橄榄枝吼。啊，结实累累的葡萄树，就是讲啊，生团济济。啊，这是原始旧约开始对阿伯拉罕上帝所予咱世间人上大的祝福。感谢主，兄弟姊妹，咱也通过这个知影讲，敬畏上主所带来恩典有这两类啦。咱若阁看见箴言的31章10节甲28甲30内面，咧讲起着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迄个贤惠有才德的妇人人，
讲伊的价值赢过珠宝。咱世间人都感觉珠宝是足珍贵的吼。啊，最近世界迄金啊的迄个介绍安尼起甲，啊，足侪人讲咧抢金条啦，抢金的财宝啦，啊，想要累积这个财宝。但是圣经讲吼，有才德啊，有温顺，有贤惠的妇人人，赢过遐个金啊就对啦，赢过遮个珠宝。有啥物款的影响呢？第一个影响是讲，伊讲伊的儿女敬爱伊，伊的丈夫称赞伊，贤惠的女子袂少，但是你超过因。台湾话的圣经是安尼讲，讲伊的囝儿困醒起来就甲伊祝福，伊的丈夫嘛称赞伊安尼。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疼的家庭所产生起来一个氛围啦，吼，互相祝福。感恩，互相学乐。啊，讲贤惠女子袂少，但是你超过因。咱听过一句传统的俗语讲：“情人眼里出西施”啦。啊，每一个家庭内底，这个妈妈拢是世界上伟大，因为较伟大的妈妈对你无直接的影响啊。伫你面前，这个妈妈就是上宝贵的，敢毋是？啊，所以这是讲贤惠的女子袂少，你赢过因，就是安尼，因为。亲身经历到的这个老母的疼，这是上真实的，这是上感受的。第二，伊咧讲起一个世间人的价值啦，吼。31章的30讲，那台湾话圣经是安尼讲，讲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会得到福乐。即句话可能有个人会感觉讲，研究，啊，我妆啊足水，啊面貌吼，啊化妆啊足好看，敢无好吗？伊毋是咧好定歹啦，伊是咧讲，遮个有可能是暂时的，有可能是有限的。啊，所以敬畏上帝，搁较爱受恶乐。所以咱嘛知影，咱遮个做四岁，妈妈少年的时阵，安尼水，啊个。安尼美貌，但是为着饲囝、顾囝，啊慢慢年老啊，身材变化，你敢会感觉讲啊，我的妈妈吼，少年时代迄个水，啊是上水的。其实是老母年岁愈多，面皮愈裂，你伫心中的感恩是愈大。啊，这就是表示讲，美貌啊、美容、娇艳，这个拢是一个外表，但是对心底敬畏上帝。迄个水，迄个水是赢过外表的水。啊，所以这个若追求外表的水，啊，但心内无敬畏，这个是暂时、随时会过去。啊，所以白话字的圣经讲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会得到福乐，会得到福乐。兄弟姊妹，基督徒在追求一位敬畏上主、敬畏上帝的。老母是因为咱看透万事，咱知影世间在追求的价值，有时是一个暂时的、虚空的。啊，所以基督徒的妈妈，咱做上帝囝儿的，伊讲敬畏上主的家庭是安尼，啊，敬畏上主的老母有在地的妇人人是安尼，拢有真水的话在甲咱做勉励。啊，这个勉励是表示讲，咱无互世间的价值。来影响到咱敬畏上帝，做优先，好受恶乐、受肯定。美国的总统林肯，这个出名的总统，伟大的总统，伊讲：人若有一位敬虔的老母，就无算丧香啦。人若有一位敬畏上帝的老母，就无算丧香。意思讲有可能世间的财富无啥够，我的厝里也无介丰盛，但是我有一位敬虔的老母，我就是好嘢就对。我就是好嘢。啊，所以敬虔的老母，有人家描述讲，亲像圣神保惠师的天使安尼。啊，咱知圣神看袂到，啊，保惠师就是要保护咱世间人，指导咱世间人，啊，教咱人物智慧啊。老母亲像这款的身份，因为真正的智慧对上帝、敬畏上帝来，所以就为敬畏上帝的老母，伊会将这个敬畏的心传予囝儿孙。啊，因呢？会感受到迄个智慧，迄个智慧毋是对人所来，毋是知识，是对上帝所来。
啊，因为你是用敬畏去带子孙对上帝哈，啊，所以你也共款的得到这个智慧。我有看见啊，咱伫较早台中中孝路教会退休的牧师王武聪牧师，伊写一篇见证。伊讲我足感谢、足感恩的，就对啊。伊讲我有一位，我有敬畏上帝的父母，啊，因住伫庄卡，也毋是受介悬的教育，但是呢，因祈祷的生活，迄个形象，对细汉开始就放伫伊的心啦。讲因的祈祷也真做我一生服侍上大支持的气力，嘛而且真侪囝儿孙的祝福。啊，这个王武聪牧师伫台中中孝路教会啊，甲一间教会安尼牧养啊，非常的强盛吼，是上千人的教会啦。啊，伊咧做见证，伊佫讲，伊讲，伊住伫庄卡的老爸吼，每一日透早，伊有一个，就即个王武聪牧师一个小弟，啊，伫台北伫工作生活，啊，有2个孙啊，就是即个伊的小弟的囡仔。讲即个阿公吼，每一日透早6点敲电话去台北做闹钟啦，甲囡仔叫起来，甲伊的孙叫起来，啊，然后讲为着因祈祷，直到上大学为止安尼。伊讲因为阿公每一日的祝福祈祷，互即2个孙啊领受极大的恩典，并且证落即个服侍人、服侍上帝的种子。伊讲即2个孙啊，伊的小弟少年时代无受悬的教育。无亲像即个王武聪牧师，伊接受到啊，即个新学的教育做牧师，啊是一个普通的拍拼工作的人。但即2个孙啊吼，讲大汉孙啊，有上帝祝福，有敬虔的心，后来受到教育部甲伊公费去出国留学，后来因为成绩非常的好，啊所以伫美国出名一间大学叫做芝加哥大学。伊心理研究中心做主任，啊，因就是专门咧研究一寡教育政策，互政府来使用。啊，一位啊庄卡出身的少年囡仔，啊去到外国得到美国的重用。啊，第二个孙啊吼，讲，伊毋是足爱读册，也毋是足够读册，但是伊有敬畏上帝的心，啊，所以啊少年时代就决志要献身予上帝。当伊决志献身的时阵，伊当时去读迄个啊，咱遮关岛有一间基督教学院。伊伫遐原来是成绩无好，但是毕业的时阵却是全班上第1名出业的。伊就献身来做牧师，啊，常常带因的青年啊去到啊即个非洲伫遐宣教。啊，伊咧讲即个见证的意思是讲。因的家庭也毋是讲偌大偌丰盛的即个背景啦，吼，讲啊有家世真好，但是因为有一位敬虔的阿公阿嬷为着子孙来祈祷，上帝就祝福伫即个家庭的中间。事实讲到遮，我嘛感受到讲，咱讲逐人的老母拢上伟大，我嘛感觉我的老母是上伟大。对细汉开始，老母每一日的祈祷，真侪我。上大的快乐。虽然祈祷词也毋是讲我尔啊丰富，我尔啊水，我尔啊好，但是我会记得老母伫细汉的时阵，教阮要困的时的祈祷，吼，也是食饭的祈祷，迄种祈祷词吼，到今仔日还阁伫我的心内，有时拢会脱口而出啦，吼，啊，拢会讲出来。我知影有的兄弟，有的同工咧带祈祷的时讲。啊，拢会讲细囝，细囝对你祈祷。啊，即个就是对老母的时代，囡仔时代就甲你教讲细囝向上帝恳求。啊，你到大人啊，你嘛是讲细囝。啊，这是即个老母所互你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迄个感恩就是讲无法形容。啊，就是知影讲后壁有一个快乐伫你的身躯边。啊，虽然我做牧师在侍奉，吼，无亲像为人咧做事业。安尼起落落真大的冲击啦吼！但是伫咧牧养的过程中间，我嘛感受到老母对我的祈祷，互我感受到讲啊，有迄个信心，知影上帝会甲我同在安尼。遐尼姊妹，是咱会伫母亲节特别来强调老母，啊老爸敢袂食醋？世间吼，无人讲咧庆祝老母，学老母，啊老爸讲吼，安尼拢恁咧讲老母，我拢无好哟。
这就是一个真特别的事啦。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老母伊的特质，老爸是袂当代替的。啊，所以咱安尼高估老母吼，老爸嘛甘愿讲对啦，有你是因为上帝有特别的恩典伫老母的身上。有一个研究吼，讲儿仔甲老母中间有一个即个母亲的形象即个字走起啊，就是印痕吼，有一个印痕英文有出来，伊讲 imprinting 的意思讲，好像老母有一个无形的印甲放伫囡仔的身上，放伫囡仔的身上。这个印痕照专家的研究讲安那呢？亲像即个幼稚的即个幼小的动物出世了后，伊会固定伊第一个学习到的、目睭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摸到的。老母就是上至亲的嘛。伊讲永远会留伫即个动物的身上，袂消失。而且军队即个目标，才有即个印象。你即个话的意思是啥物呢？就是印魂即款的现象，当老母甲囝儿生落来，囡仔伫老母的形情，老母讲的话，老母的喘气，老母的味，老母的所有的作为，伫囡仔开始咧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伊就印伫伊的身上。所以老母留了好的印痕，即个囡仔就真正有一个水、一个美好的即个装备甲造就。所以婴儿甲老母照着即个印痕的作用 ，imprinting 的作用，讲儿仔以后的行为，无论是模仿，还是对声音、色彩、形象、刺激所产生的反应，拢是用老母做第一印象。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老母是安那遐重要，因为你用什么形象互你的囡仔，你的囡仔后来就变成安尼。一个敬畏上帝的老母，一个疼的老母，一个温柔的老母，带来互囡仔也共款学到即个美好的形象，到伫一生的中间。所以有一位英国的教育家叫做 George Herbert， 即个人，伊讲有一位良好的老母赢过100个老师。咱伫社会拢常常有一个颠倒病的想法，讲我都生落来，我不晓教啦，你送互老师教，送互遐幼儿机构教，讲你甲我教安尼。但是，这教育专家讲老母会当赢过100个老师，迄个印痕的作用，迄个行为，迄个指导，迄个囡仔对老母的疼，会当影响上介大，赢过100个老师。因为好的老母会照着迄个印痕的作用，将敬虔的信仰传予下一代。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相甲学习，咱是要高举老母，是因为这款特质对老母生囝这项事就完全无别人会当代替。伫咧中国的古字即个古字有写女人的女有人研究这个字的演变啦老母带来美好的生命的形塑，对这个文字内底也当看出讲这个女迄是甲骨文写的这个字看到你看袂出这字是女啦，但是伊讲伊咧描述古早妇女拢会跪伫迄个涂骹，还是跪伫床顶。伊毋是咧跪是个迄个委屈毋是，伊是讲。女人跪落迄种温柔的形象，即女用安尼来甲伊表示啦讲就是跪的即个形象，因为古早人就是席地而坐嘛，较早可能无桌无椅做妇女就跪的迄种温柔的形象，就是女的来源啦。但是讲老母呢，是对女这字所演变来，老母都拄则迄字加2点。人咧研究讲是安怎加2点，原来伊就是咧讲老母饲奶啦，饲囡仔饲奶2点安尼来表示老母的奶用饲囡仔来做老母的象征。所以咱在做老爸，你无啥物通苛刻，因为这个老母有啦，你都无啊，你都无啊。所以无就是独尊嘛，独尊老母嘛。所以这里老母
现代的字嘛是2点嘛，啊，所以原始的字是安尼来。啊，当一个囡仔还袂晓甲老母讲话时，已经知影甲老母伸手，这无人教，伊伸手，为着老母伸起双手是人类表达感情上初、上基本、上初始的功能，因为你知影这老母是生你的，是疼你的，你还袂晓表达，你就会晓伸手要来抱老母来抱安尼吼。遐尼四位，咱也听见一句真出名的古早希伯来话啦，吼，希伯来语。希伯来一个俗语讲，上帝袂当分身到逐个家庭去，所以伊创造老母。我感觉讲安尼说写人误会讲，啊，上帝毋是全能的吗？啊，是啊，上帝袂当去到逐个家庭，所以我感觉现代的解释应该是安尼解释会较平凡啦。伊讲哪，上帝要互逐个家庭拢了解伊的疼，上帝要人知影讲啊，这个上帝的疼是安尼，啊，就派老母去每一个家庭，伊创造真侪老母。所以某一个意思，咱嘛会使讲，老母就是学习亲像主耶稣道成肉体呢。咱知耶稣道成肉体是要见证上帝的恩典救恩嘛，所以来到世间，互咱看到伊、听到伊的教导，听到伊讲譬如，听到伊的教训。事实，那照这个意思来讲，上帝互老母道成肉体，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心上，所以要互大家人较容易了解上帝的疼，所以派老母伫每一个家庭。因为老母带着上帝予伊迄个奇妙的能力啦。我讲奇妙的能力就是讲，几乎是神迹啊！啊，讲神迹，大家会误会，意思讲老母的能力吼，是超过一般的人所会当理解的。啊，你我大家拢是平凡的人，敢毋是？你嘛是你罪人，我嘛是罪人。但是，敢若有老母这个形象，上帝可以特别的等于超能力的意思。啊，所以，互养育儿女诚做世间上奇妙的光景，互世间人所赞叹的代志安尼。意思是讲，老母的真侪角色，伊有独特性，无人会当代替。无人代替，啊！这是上帝创造的奥妙。有时咱要看一寡科幻的电影啦，吼，讲有一个国是女人国，啊，迄女人拢是足勇的剑士安尼，啊，换查甫人是奴才安尼就对啦，吼。啊，因为着要传后一代吼，安怎呢？因无迄个结婚的礼数，就是互老母有怀胎嘛，吼，啊，用迄个精子卵子结合啊，放伫老母啊生落来，啊，有国家专门咧甲饲着对啦，专门咧甲饲这囡仔，用上好的条件甲饲安尼。但是即款科幻的故事小说吼，伊疏忽一项，因为你用上好的，比如囡仔育婴中心也好。照顾也好，拢袂当代替老母，伊迄印痕的作用，伫老母的身上，上帝已经甲这独特的形象予伊啊。啊，所以用世间上好的设备、上好的这个机构来栽培囡仔，较毋达到一个老母。安尼可能大家开始咧饲囡仔，安尼哩哩啦啦无啥好势，但是都是上水的，是上好的。兄弟姊妹。老母，互人认为是上界崇高伟大，吼，就是讲，一般咧称呼有一款的表扬，伊讲是所有的情感关系中间上界神圣的，因为老母有迄个利他无自私的特质。利他就是讲老母吼为着囝吼，逐项拢拼命落去啊，啊无通食嘛，要拼甲有通食互囡仔。啊，世间遮的老母为着救囡仔，为着帮忙囡仔，迄款的故事是济甲，互人算袂了。因为伫老母的生命内底，不但咱看到上帝疼的基因呐，毋若是看到上帝疼的基因，而且老母也扮演亲像圣神的角色，怎啊叫做圣神的角色呢？因为伊会当通过怀孕来生育。伊是生命养育者，啊，这是
这是一个奇妙，这是上帝奇妙恩典。所以亲像圣神的开力，就是老母对一个怀胎然后生囝。所以老母的职责唔只干那是负责生啦，养育是更较重要。所以老母有生育能力，这是真上帝奇妙的创造。但是迄个养育，就是上帝给咱的责任。所以咱嘛知影讲，饲的较赢生吼，种要饲比生的搁较重要。所以一个人的养育的过程比生搁较困难，因为内底充满着变数，时间嘛足长，遐尼是袂。咱若要搁讲，咱咧感恩上帝通过老母的疼，事实主耶稣基督迄个牺牲的疼，上普遍会当伫老母的身上来展现出来。老母为着囡仔，每时无困，为着囡仔操劳烦恼，为着囡仔祈祷交托，遮个事你若甲算起来算袂了，遐个故事嘛算袂了。所以有人讲母爱受来形容讲是疼的上悬的层次。伫世间看会到的疼，就是老母的疼。形容讲亲像上帝的疼安尼。这个故事真多。伫10几年前伫四川有一个所在叫做攀枝花发生地震，亲像咱043403迄天的发生的地震，非常的严重。救难队伫迄途中来挖出2位罹难者啦，罹难者。罹难者当然是足哀伤、足可怜啦。毋过因讲对伫即个罹难者的姿势，好像一个老母咧为着揽伊的囡仔，对囡仔后壁甲揽掉的。伫咧救灾的过程中间，一位记者甲伊翕一张相起来。大家对这张相感觉讲虽然是哀伤，但是感觉讲，哎呀，这个老母的伟大，会让对这张相片来看出来。所以伫迄年这张相片成做一个安尼当时的迄个最佳摄影就对啦。特别是迄个现场的灾难摄影。这张相片是安尼，这救灾人员用手甲头捂起来，一个老母拍伫囡仔的身上，揽条条。虽然袂当救着囡仔的命，但是迄款行动、迄款动作，就知影伊愿意为着囝儿来牺牲。所以这张相片，讲当时伫中国的相片，互人看作是上该感动人看到心拢会唔甘迄种的相片。这个囡仔虽然老母甲囡仔拢无去，但是这款的疼，互人感受到。事实几日前，咱改成伫中部发生一个火灾。这火灾就是讲发火足紧的是大人已经走出来后来看讲，哎哟，搁一个囡仔伫内底啦。这个老爸当搁撞入去要救这个囡仔，后来真可惜。这个老爸甲囡仔伫迄个房内，改成伫迄个疫境倒位无爱当走出来。这款代志，咱感觉足唔甘、足遗憾，但是那么常常发生。因为老母未顾虑家己的危险，老爸无顾虑家己危险，为着要救家己的囝儿，这是本能，迄叫做本能。本能的意思是讲无咧想济啦，就干那我应该安尼做，死嘛甘愿安尼。所以遐尼是话，今仔日咱来高举老母，是因为上帝互咱对老母看见伊的疼。所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是孝敬父母，来成就生命的美好。我意思讲，圣经教咱都爱救孝父母，这是天经地义。但是安怎要孝敬父母，这个足重要。有人讲我无需要是安怎都爱爱。是讲父母对我无一定介好伫教育的过程中间有伤害但是安怎讲爱友好父母？圣经内底安尼讲，以弗所书6章20，咱顶礼拜嘛有读到，伊讲都爱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伫世上享受长寿寿。伊讲这个是上帝所学老所命令的事，这是第一条带着应允的概念。上帝是安怎伫个创造内底，除了讲你都爱敬畏上帝、敬拜独一的真神以外，就是讲你爱孝敬父母。迄甲咱拄则所讲的讲，上帝通过老母要互人经历着
上帝的疼。啊，那安尼孝敬父母，其实就是咧敬畏上帝。咱讲敬畏上帝的老父母，会带来亨通嘛？换咱孝敬父母、友好父母，就是咧敬畏上帝。这是两个同款的循环吼。所以咱讲孝敬是咧成就迄个母爱完整的来回啦。啊，咱社会有一句话讲回向，有无？迄爱的回向啊，老母会疼互你，啊，你若无回倒转来，好像你的生命欠一角，而且是足大角的。啊，所以敬畏上帝、孝敬父母，是互我自我迄个生命成熟甲完整。当然，友好父母有各种的方式啦。现代无一个标准讲你着安尼做才是友好，但是互老母感受到心内温暖，知影你的心内有伊，这是上基本的。讲即个孝敬，意思讲毋是一个义务，也是讲一个责任，也是讲上帝都要求你安尼做，是因为你要完整你的生命，互你的生命较充实，感觉人生安尼就有限啊啦，无遗憾啊。啊，这是上基本上重要，互你的生命完整。所以咱若换一句话来讲，一个人伊的事业较安怎成功，安怎辉煌，世间的名声安尼偌大，但是若无友好，伊的成就就是无完整的，是有缺陷的。所以咱嘛看见社会吼，有一咱真特别的现象，较早较济，即嘛较少见啊。就是讲有迄个安尼事业做得足大的人，啊，伊有友好父母，咱毋知啦，但是吼。若拄着四大人的丧礼，就办啊大哦，大啊，请迄什么孝女的孝女团啊，什么团都摆啊场面足大就对啦。安尼，伊是要互人知影讲，我毋若事业成功呢，社会有地位，你看我偌友好的安尼。安尼表示什么？表示讲，连一般遮的好业人、有钱人，伊嘛知影讲，友好老母是得到好名声上好的、上优先的。啊，若安尼，咱敢毋是知影讲，咱毋是学即款模式，是咱知影讲，你的生命会充实，你的生命会圆满，是因为你透过老母的疼，啊，你搁回向倒转去，互你的生命完整。毋知咱台南的兄弟有一个印象无？迄阵我无伫台南吼，伫差不多11、12年前吼，有一张相片啊，人即马都网络普起哩，啊，听讲足轰动啦。吼，就是伫台南的基美病院，吼，台南的基美病院，有一个退休的咱调查局的人员啊，姓丁吼，啊伊呢为着要照顾伊的老母，提早退休啦。啊，伊这老母已经足软正，啊坐轮椅也坐袂牢，伊规气吼，摕一条大条布巾，甲老母爱的，甲抱伫胸前安尼，好似就老母咧抱囝，啊即马换囝咧抱老母安尼。啊，所以迄张相片一个，互人翕到吼，啊，搭伫迄个 FB 内底，啊，讲伊安尼足细腻、足耐心，啊，伫照顾老母的即个画面，互人足幸福，互人足感动着对。啊，所以人家伊号做讲叫做孝行哥啦，孝顺哥安尼吼。啊，迄是2012年发生的代志安尼。啊，迄张相片呢，伫网络底个还佫找着，是呢。迄个情景，互人安尼感觉啊，即个画面就是世间上水的画面啦，就是世间上水的画面。因为一条花布巾啊，派伫身躯，啊，伫遐要挺后要看诊的款，啊，老母已经瘦甲软正，啊，哇，无几十公斤啦吼，啊，所以即个囝干脆用爱揽的较好，较规气安尼。啊，这是伊伫咧坐电梯的迄个影像翕起来。像是话，孝顺友好，毋是咧用表演的，也毋是咧讲互人比较上较友好。咱讲有一位上伟大的老母，就是你的老母。事实共款，你的友好毋通甲人比较。吼，我老母包偌济红包，啊，我变较济无必要。是呢，老母的心有感动上介重要。像是话，咱搁较讲，顶礼拜咱有咧讲啊。偏心轻分，也是讲有父母有歹的行为，会成做一个影响，互囝儿孙去对，啊，所以就变歹的，因的后代，比如讲啊爱食酒的，
爱跋筊的，有时囝儿孙会安尼，家暴的拢会安尼哦。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孝顺的照着印痕的现象，你友好，你会互你的子孙也同款友好，这是真奇妙的传承啦。所以一个敬虔的老母，伊会带来什么款的影响，是大到互你想袂到。因为你是一个敬虔的老母，你会带来这个家庭亲像一个坚固的堡垒。所以咱定来咧讲家世，也是讲家声家声啦吼。这个台语唔知怎讲，就是讲这个家庭安尼有真水的家庭的传统。咱来对基督徒来讲，敬畏上帝就是上水的家声，就是上水的这个形象。兄弟姊妹，愿咱所有兄弟姊妹，大家对这来领受到对老母的疼所带来的恩典。上帝为着要互世间人知影伊安怎疼咱，所以伊就派上水的大使天使，咱的老母来到咱中间。兄弟姊妹，咱做老母的，你免烦恼。咱常常伫信仰中，咱嘛咧讲，咱你我大家拢是平凡的人，有软弱，有真多的缺点呢。但是你免烦恼，当你做老母的时阵，上帝会甲你即个水的形象拢互你，迄个超能力拢互你，迄个耐心迄个温柔拢出来啊！迄毋是人会当做的，是上帝互你的。同款意思，咱真做囝儿的，你对世大人的疼，毋只干那是对上帝的诫命来听，是你要成就一个完美的人生，上美好的付出。你任何付出拢真好，但是毋达到你对老母、爸母的友好的付出。这是上帝予咱一个奇妙的循环。愿主通过咱今仔日在庆祝母亲节，你用什么款的心意来表达对老母的疼，拢无共款。但是老母会当对你感受到，伊予你的疼，你甲疼回向倒转去，这是上美好母亲节的礼物。我有看到咱真侪兄弟，伫母亲节进前传一张小小的图片，写讲一句话，伊讲老母送互我上好的礼物生日的礼物是甚物？伊讲就是我这条性命，因为这个性命到今日我还咧用啊，这个礼物我还咧用，就是讲主我的老母予我性命，这个性命我今日还伫咧，这个是上美好的礼物。愿所有的妈妈拢经历上帝予你迄个超能力、迄个恩典、迄个神热技术伫你的身上，因为上帝将这个责任、将这个天命予你，你会当做超过一般的人所会当做的事，这是上美好恩典。是要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唱诗歌，准备来为着这病痛中的兄弟，也是讲你需要心内的平安看路来得到透放。而且今仔日咱要邀请，若是你感觉讲我要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老母，诚做家庭祝福的出口，你嘛当来头前。咱请咱的长老、咱的小组长、咱的这个代祷团队搁敬拜团来准备，咱先来祈祷。主啊，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阮通过纪念老母的疼，事实就是在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你有这个家庭的组织，父母伫阮的中间，互阮对细汉开始就经历着世间上美好的疼。这个疼毋是人所做会到的，是上帝开力。主感谢你，赏赐阮一位疼阮的老母，也是阮本身是做老母的，经历了迄个上帝你互阮迄个无限的开力，是因为上帝你将迄个特殊的能力赏赐伫老母的身上。感谢你，阮要对老母献上感恩，也要对上帝献上感谢，因为上帝你美好的安排。感谢主，互阮趁时间也有，阮好好用孝敬，用祝福老母、爸母的心情，来完成上帝互阮的召命，以及成就阮生命的丰盛。感谢你将这款的疼赏赐阮，我要通过祝福的祈祷来领受上帝你的恩典。
甲医治。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要请咱